粵語有本事，彪哥話你知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詞彙甩質，佢係咁樣寫嘅。個甩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NIE 可以揾到，而個質字輸入 WU 可以揾到。呢個詞喺周易困卦裏邊就有出現啦。原句係困於葛雷於甩質，咁葛雷呢，就即係野葡萄。呢句話嘅意思啊，就係話野葡萄枝蔓好繁茂嘅，困喺裏邊呢就好難出嚟嘅。所以甩質就係指處境困難啊。到咗現代，我哋粵語仲保留住呢個用法㗎喎。而佢嘅意思呢，就係指處境唔安穩啊，工作唔順啊，或者係心情好彷徨啊咁解。譬如話佢呢排啊，經常俾公司扣獎金，認真甩質啦。你哋 get 到未呢？關注我，送你7天粵語生存指南。